小朋友早安，大家平安。这个礼拜过得好吗？很开心，我们听到了我们的疫情可以慢慢的恢复到我们接近平常正常的生活了。但是在主日学，我们为了要保护大家，所以我们的亲子礼拜会一直在线上礼拜到8月底。9月的时候，我们再看疫情的状况，再回到我们的教会，一起来敬拜上帝。在我们要亲子礼拜之前，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这么爱我们，让我们在疫情的当中享受你的平安跟喜乐。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天父爸爸，恳求你继续保守看顾我们台湾这块土地，不管是在任何的地方，你的灵都与我们同在，你的平安跟喜乐都保守看顾我们。现在我们要开始今天的亲子礼拜，求主耶稣，你挪走会搅扰我们的小天使，让我们有圣灵小天使的陪伴，让我们专心跟着老师们一起在线上敬拜赞美你。小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Hello， 小朋友们、家长们，大家平安。我们现在一起来读圣经。今日要读的圣经是罗马书第8章24节到28节。咱做伙来读。24节，因为咱得救是对盼望，若是已经看见的盼望，毋是盼望，因为所看见的，啥物人在盼望伊。我们大家一起来跟着念一次。因为咱得救是对盼望，若是已经看见的盼望，毋是盼望，因为所看见的，啥物人在盼望伊。很好哦。25节，多多咱若盼望迄个所无看见的，咱就吞忍听候。我们一起来念一次。多多咱若盼望迄个所无看见的，咱就吞忍听候。26节，搁信心也亲像安尼扶持咱的软脚，因为咱毋知影着怎样祈祷照所应该的。多多信心家己用袂讲出的吐气替人求。我们一起来念一次。搁信心也亲像安尼扶持咱的软脚，因为咱毋知影着怎样祈祷照所应该的。多多信心家己用袂讲出的吐气替人求。很好哦。27节，检查人的心下，也知信心的意思，因为依照上帝的意思来替信徒求。我们一起来念一次。检查人的心下，也知信心的意思，因为依照上帝的意思来替信徒求。最后一节，28节，搁咱知万项事相甲来，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就是照伊定着的旨意来受调的。我们一起来念一次。搁咱知万项事相甲来，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就是照伊定着的旨意来受调的。很好哦。好，各位小朋友、家长，大家平安。我们这礼拜呢，一样是唱这首歌，但是我们加上一些动作。好，那动作的话，我们来看歌词哦。歌词我们和睦同居，就是比一个爱心。那何等的美善，拍手拍3下，何等的美善。然后再来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凡事谦虚，弯腰是谦虚的一个象征哈，谦虚就弯下来。温柔也是在这里，忍耐的时候呢，手举起来，握拳忍耐。好，再来第三，竭力保守。保守呢，我们做一个出拳的动作，那打4下，1、2、3、4。竭力保守圣灵赐合一，是一个三角形，很像帐篷，一个家庭的象征合一的心。那再来是凡事恩慈怜悯相待。恩慈怜悯就给出去给别人，然后相待我们就仰望上帝。再来，在耶稣里彼此相爱的话，我们就是往右往左边摇。第二次的时候呢，我们做一个这个动作，也是摇左边跟右边，在耶稣里彼此相爱。然后少嫉妒论断呢，先比一个叉叉少。嫉妒论断就是嘴巴论断，就不要论断哈。然后多饶恕关爱的话，多饶恕，然后关爱。最后是我们爱比一个小爱心，因为神比上面就是爱，这时候比一个大爱心，然后可以稍微蹲一下下这样子。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各位同学，还有爸爸妈妈，大家平安。大家每个礼拜都在哪一个场地收看线上亲子礼拜呢？如果方便，请大家先准备圣经，还有纸跟笔，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我们一起来读圣经，哥林多后书5章9到10节。哥林多后书5章9到10节。更重要的是，无论在这地上的身体里，或是穿上属天的身体，我们都要讨主喜悦。第10节，因为我们都必须站在基督面前，受他审判。每一个人会按照肉身的行为，或善或恶，接受报应。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到8节。末了，弟兄姐妹们，你们已经从我学到了怎样在生活上讨上帝的喜欢，
其实你们一向都这样做。现在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劝勉你们，要求你们必须更加努力。你们都知道，我们借着主耶稣所教导你们的是什么？上帝的旨意是要你们圣洁，绝对没有淫乱的事。每一个人要晓得，依照圣洁合宜的方法控制自己的身体，而不是凭着情欲，像不认识上帝的异教徒那样。在这种事上，不可以有对不起同道或占他便宜的行为。我们已经向你们说过，警告过你们，主一定要惩罚那些犯这种过错的人。上帝选召我们，不是要我们生活在污秽中，而是要我们圣洁。所以那拒绝这种教导的，不是拒绝人，而是拒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上帝。新冠肺炎的疫情在全世界爆发，对我们的生活有哪一些影响呢？感谢上帝，让台湾的疫情可以得到适当的控制。当然，我们要继续配合落实政府的防疫新生活运动，勤洗手、戴口罩，还要保持社交距离。勤洗手，为的是要将手上的细菌洗掉，可以让手上的细菌把病毒挪开。戴口罩是为了要把病毒隔绝。保持社交距离是要避免跟病毒亲近，可以说是一种远离病毒的方式。如果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建立一个信仰新生活运动，那么这个信仰新生活运动里面可以有哪些内容呢？现在请大家可以拿出纸跟笔，我们一起来想一想，有哪些人事物是我们需要挪开、需要阻隔跟需要远离的呢？可以将你想到的东西写在纸上。如果还比较没有办法书写那么多文字的小朋友，我们可以用画画的方法，把你想到那些需要挪开、需要阻隔跟需要远离的东西或是人物，把它写下来或画下来。小朋友，大家都写了哪些东西呢？最近越来越多人施打新冠肺炎的疫苗。打疫苗是为了让我们的身体产生抗体。当我们真的跟这些病毒接触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才有办法跟他们对抗。那么，在我们的信仰新生活运动里面，可以有哪些方法来增加我们的抵抗力呢？看圣经可以让我们更明白上帝的心意，可以让我们在面对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更加确定的知道怎么样做才是上帝所喜悦的。我们再来看看刚刚大家写下来的那些，我们应该要挪开、应该要阻隔、要远离的人事物。同学们有没有觉得很困难呢？会不会觉得这个信仰新生活运动有一点点的困难，不太容易呢？事实上，我们根本无法照自己的力量来成为一个圣洁的人。当我们发现自己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可以跟家人分享，请家人跟我们一起来面对这些事情。也别忘了，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天父爸爸很喜欢我们跟他分享，我们可以用祷告的方式，将我们觉得没有办法面对的事情告诉天父爸爸，他会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力量来胜过这一切我们没有办法胜过的事。我们可以用祷告的方法来向他祈求。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的第3节，上帝的旨意是要你们圣洁，
圣洁有分别出来的意思，是要我们能够从罪恶中分别出来。第4章的第4节，每一个人要晓得依照圣洁合宜的方法控制自己的身体。在这个地方，身体它的原文有器皿的意思，这个器皿就是要拿来装东西用的，所以器皿不可以不干净，也不可以有污秽。在今天我们读到的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7节，上帝选召我们，不是要我们在污秽中，而是要我们圣洁。信仰新生活运动，我们从读上帝的话开始，用祷告来增强自己的力量，让我们隔绝那些不好的习惯，还有不好的朋友。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吧！阮的目的是爱互主欢喜。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9节，我们都要讨主的喜悦。哥林多后书5章9节，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每天生活有你满满的恩典，有时候也会遇到挑战，不好的习惯就很像病毒一样，会影响我们。求你赐给我们有够用的智慧，也借由读圣经更明白上帝的心意，成为一位蒙主你所喜悦的小孩。祷告奉主的名，阿们。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高领导，你的旨意去食，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人生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用赦免辜负阮的人。多顶超阮伫日时，求阮欢迎你的派的，因为国、权力、荣耀拢是你所有，大大保证，阿们。我们的线上亲子礼拜会持续到8月底，9月再视疫情的状况来规划实体聚会的方式，请大家要继续锁定我们每周的线上亲子礼拜。这个礼拜读经的范围：哥林多后书5章9到10节，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到8节。哥林多后书5章9到10节，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到8节。每个礼拜天早上9点半会进行国小的低、中、高年级视讯的分享活动，欢迎小朋友可以准时的参与。疫情的期间没办法来到教会做礼拜，
但我们会继续透过网络的方式，一起在线上敬拜上帝。邀请家长可以在我们东门喜洋洋的赖群组，为小朋友留下参与礼拜的记录哦。好，各位亲爱的小朋友，我们又再一次在线上完成今天的亲子礼拜。我们已经从5月16号一直到现在，已经超过2个月的时间，我们只能通过线上的方式在聚会。我们也继续祷告，期待着能够很快，也许暑假过完，我们就可以恢复实体的亲子礼拜。也在这段过程当中，我们继续为着疫情，也为着我们身旁每一个人来祷告。好，我们一起来做今天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每一个礼拜，我们通过不同老师们的陪伴与服侍，让我们虽然在疫情当中，依旧能够通过线上的方式一起线上敬拜。主，愿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也保守整个台湾，让疫情能够很快速的能够得到控制，也让我们期待着在不久，我们就能够恢复到原本能够来到教会当中，跟同学们一起玩，来到教会当中来这里一起做礼拜。求你的恩典也丰富的祝福在我们每个家庭当中，每一天都让我们有喜乐的心，每一天让我们得到平安。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各位小朋友家长，大家好。我们今天有一个活动呢，是要让大家来，就是借着弹钱币的这个游戏，然后来追求上帝的性格，还有圣洁，上帝是圣洁的。那我们刚刚唱的歌，好，我们和睦同居，凡事谦虚，所以圣洁、和睦、谦虚，这些都是上帝的这个个性特质，也是我们基督徒要去追求的。那圣洁是什么呢？圣洁其实某方面跟节制也很像，就是任何事情呢都要做得刚刚好，太少太多都不太好，所以要节制。好，那有爱的话，当然就是不论是在学校、在家庭里面，对身边的人都要有爱心。好，那要怎么样？这个游戏呢，因为是用弹钱币，然后试着把它弹到圈圈里面。那现在这边有4条线，这边就是起点。那我来示范一下，比如说起点是在这条线的这里，那等一下呢，就是请用你的手指把钱币弹出去。弹出去的时候，钱币如果太大力了，当然就会超过纸张；太小力的话，就可能就是也没有办法抵达我们想要的位置。比如说，我现在要瞄准圣洁，我就要控制我的力道刚刚好。像这样太小力跟太大力了都拿不到。好，刚刚好的力道也是上帝要我们学习的，就是在生活当中的任何事情，我们要试着去做刚刚好。那圣洁也是上帝的要我们去学习的特质。那如果今天我们不小心打到了中间，就是都没有达到圈圈的地方的话，我们可以有得到上帝的帮助。上帝的帮助是什么呢？你可以准备一个1块钱，放在任何你想要的地方。那当你的钱币去打到它的时候，它可以帮助你刹车。如果你不小心打太大力，本来会出界，可能打到了钱币，就可以回来跑到圈圈里面之类的。OK， 好，那我们现在来试玩吧。OK， 马上就拿到有爱，很好，我们要学习有爱哦。对，好，我没有，所以呢，我可以拿一个1块钱，让上帝来帮助我，我放在这边好了。然后回到起点哦。你也是回到起点，对。哇，这样呢，虽然只有一半在里面，但是我们这样也算是有拿到哦。那你当然你也可以自己把规则变得难一点点，规定一定要全部进来都可以。但是我们现在的示范规则就是只要有一点点在里面就算了。
好 ，OK， 那你换我来试试看。我的目标是拿到和睦。好的，下次这个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好，这个呢可以自己决定要怎么样看待这个局面呢？你要当做是得到节制也可以啦。哦，OK， 好，那这个1块钱再拿回去，来换你。好，太大力了，你可以拿1块钱。好，换我的目标是谦虚。好，太小力了。恭喜你拿到圣洁了。好，那我的目标现在要换成有爱咯。差很多。好，那再最后一局好了，再最后一次，我换到这里了。好，换我，那我这次拿圣洁。OK， 很棒很棒。好。OK， 这个游戏大概就是这样子。那这个游戏需要准备什么呢？就是有一张桌子嘛。那在桌子的外面，你可以不一定，因为我们是示范的，所以我们用了一个颜色笔，然后画在胶带贴在桌上。那如果是自己在家里的桌子上，就比较建议用笔在桌子上画画，就是你可以自己用任何一个东西代替这个位置，标示起点，比如说这个胶带。那这一张纸呢，我们是有用胶带把它粘在桌上的，因为如果你没有粘的话呢，你的钱币会从纸张的下面钻过去。所以为了要顺利的游玩的话，要把纸的4边都贴上胶带。那当然，如果你要方便胶带之后撕起来的话，就是这个地方可以自己事先折一下。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周的游戏哦，那我们就下一次见，拜拜。